花莲县政府要开放限定的水色，让民众会当来畅水耍迄个金蕉船。开放的时间今年的4月到9月。耍水的季节到到啊！花莲嘛特别先公告，啥物时阵会使耍水。自4月到9月，伫中德海域敢会使进行非动力的水上活动，像游泳、水上脚踏车、独木船、沙布里桨等等。入雾溪到三站溪之间，除了非动力水上活动，动力区阁会使耍水上乌托摆和金蕉船。想要畅水味，会使到七星潭的苏北高地。这部分是因为不要干扰到游客，还有现行禁止以往业者的作业。 甲规则和区域划分清楚，互游客和渔民袂互相干扰。对相关的业者来讲，虽然野双手赞成，不过嘛希望有更较侪硬体的配套措施。我们没有吉普车，那你开的吉普车下去，也会影响一些钓客在那边垂钓的。希望开放北滨，还有盐寮。那尤其盐寮港的话，这几年它因为淤沙的问题一直很严重。 民众希望会使配合现地环境来推广水上的活动。政府透过广告邀请各方的意见，通过来佚佗真时行，嘛，互民众会使更较挖近海洋。